我爱怕有迷人的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但我害怕有迷人的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咱第二首，咱来吟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这咱来吟。主，我要学了你。尽心尽意，我美保有你奇妙大光亮，为人更的生命。主，我要学了你，尽心尽对你要吹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这首咱拢介绍吼，其实内底拢该学了你，真实听你，加要服侍你，所以咱会当背起来。那吟第2节，真实听你。来第2节。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我美保有你奇妙大光亮，为人更的生命。真是听你，真心真意，对你要吹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这咱历史到这，准备行敬拜。
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强腔传扬伊的作为。即日对迄日讲话，一面对迄面传播知识，无言无语，无声无说。伊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伊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咱用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乐你，来学乐主上帝。咱犹原徛咧用数道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冥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感谢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第59篇，罗马书第10章，咱三个来启应。你若用嘴宣认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心就是得到称义。
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哪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啊？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同心祈祷，亲爱的爸爸，你是尊贵荣耀天地的主宰，阮要敬拜你。你是阮的关台，是阮的石盘，是阮的避难所，阮要学了你。上帝啊，阮真软弱，常常犯罪，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照你的丰盛的慈悲，擦消阮的过失，将阮的罪恶一尽洗除，洗清到无罪。求你创造阮有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互阮成做你圣洁的子民，得你的欢喜。主啊，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你的念头关过阮的念头。当阮头前的路站模糊无明，求你教示阮持守信心，听候你，跟对你，轻调你。求你赐阮聪明的心，明白阮人生的目标甲价值，勇敢面对你的呼召，欢喜顺服去行迄条主意爱阮行的道路。主，阁求你赐阮平安甲信心。互阮伫通过患难试炼中，来经历你的同在，搁较捌认捌你，倚靠你。愿阮拢无提示，无冷淡，为着完成大使命，求主催迫阮伫身边的人付出关怀，将福音传予毋捌听去的人，将听传予毋捌基督的人，来归荣光予上帝。求主变换阮的思想、甲人生，爱阮紧紧跟对耶稣，活出有基督香味的人生。即时，求主开拓阮的智慧，圣神甲阮同在，将信息听明白，佮刻条伫阮的心，化做行动。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圣歌队用主，愿感谢你来带领会众，感谢主对咱的固守甲保护。
上帝话语记载伫《使徒行传》第8章第26到40节，《使徒行传》第8章第26到40节。主的天使对腓力讲：起来，到南市去，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萨的路，遐就是旷野。就起来去，拄当有一个埃特阿伯人，就是埃特阿伯女王甘代基有关的太监，总管伊的文库，伊已经到耶路撒冷敬拜。倒转来，坐伫车里，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神甲腓力讲：进前去，近我迄张车。腓力走去就近伊，听去伊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讲：你所读的，你袂明白吗？伊讲：无人指示我，太的话，就请腓力上车三甲坐。所读的圣经就是这段，伊互人看，亲像羊到受台的所在，伊无开喙，亲像羊仔对责问的无出声。伊卑微的时，受无公义的审判，伊的世代一锤要传述，因为伊的活命对地上受夺去。太监应腓力讲：请问，先知讲即个话是指什么人？是指本身，还是别人啊？腓力就开喙，对即个圣经起，用耶稣传予伊。行路的时，到有水的位，太监讲：你看，遮有水，我受洗礼有甚物阻碍啊？腓力讲：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伊回答讲：我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就吩咐停车，腓力甲太监两人落水，腓力就甲伊行洗礼。对水里上来的时，主的神带腓力去，太监无阁看见伊，因为做伊上路也真欢喜。后来腓力伫阿索多互人拄着，就骗行遮个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今仔日老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跨越限制的福音。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听，引带阮，互阮同齐踮伫你的圣殿中间，阮敬拜阿罗你。邀愿主你的神降临踮伫阮中间，帮助阮，互阮认捌你的话语，帮助阮认捌你的道路。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感谢来平安。自细汉到大汉，我想逐个人大概拢有搬厝的经验吧。啊，你搬过几摆厝咧？有的人，敢有人自细汉到大汉毋捌搬过？可能足少。啊，慢慢咱会发现，自细汉到大汉，咱会因为足侪原因搬厝的，大概会因为啥物？结婚爱搬厝，啊，过来咧。囡仔要读学校，所以会搬厝。阁有啥物？食头路会搬厝。咱阁有可能有足侪无共款的原因，咱会搬厝。啊，搬厝有当时也是主动，有当时也是被动。但是有当时我会感觉讲，看起来是主动，实际上咱大概拢是被动。咱必须爱搬厝，无论是因为结婚也好，食头路也好，还是因为囡仔的学业也好，咱拢有一款被动的原因需要去搬厝。所以，伫搬厝的过程中间，老实讲，这是一件真辛苦的工作。因为伫咧搬厝的时，咱开始爱安怎？上界重要是等物件，等物件上界重要，因为爱甲一切无需要的物件先等掉。但是伫这个整理的过程中间，咱也渐渐会去看一项事：自过去到现在，我到底经验过啥物？
我到底行过啥物路。听候到伫一个新的所在的时阵，咱开始有新的期待。我会踮伫新的所在拄着啥物？我会去到伫遐捌着啥物新的朋友无？会发生啥物新的事件无？人的一生大概就伫即个过程中间不断向前咧跑走。逐摆咧读书道行传的时阵，咱爱看一件事是，哪亲像上帝咧搬厝，上帝咧行动，上帝爱人一直向无共款的所在向遐前进。一开始，咱伫使徒行传内面，咱看到一个新的教会，因为耶稣搁活上天了后，新的教会出现啊。新的教会出现，才会使徒真认真咧传上帝的道理，也带来真大的成果。但是带来成果了后，煞接也拄着真侪压迫，有真侪压迫以来，直到有一个人叫司提反，伊失去性命。失去性命了后，扫罗阁一直伫遐咧压迫教会、压迫基督徒。到伫上尾啊，遮个人必须爱搬厝，教会遮个信徒必须爱开始迁徙出去。迁徙出去的过程中间，伫圣神的带领，哪亲像福音就安尼，开始不断向无共款的所在来四散。踮伫遐有侪侪人认捌耶稣。腓力也是安尼，腓力踮伫撒玛利亚，伫遐咧宣讲基督，也得到真侪成果。侪侪人经验医治，侪侪人经验神迹，伫规城内面有满满的喜乐。忽然间有一天，圣神的工作继续来，主的天使对腓力讲：起来往南西的所在去，对耶路撒冷落去加萨的路。伊嘛毋知到底。为什么我要去遐？所以因为圣神的感动，所以腓力开始往迄个所在来，往南西的所在，往迄条路行过去的过程，拄着什么？拄着一只马车伫头前慢慢咧向前行。圣神甲伊讲：你去看卖，你去听看卖，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啊，腓力接到这个信息了后，安怎做？开始走啊！伊就开始走啊，因为马车搁较慢吼，嘛无可能人用行了足紧的就有法度嘛。所以腓力踮伫遐开始一直咧走，一直咧走，啊，慢慢想要接近迄只马车，一直咧走的过程中间嘛，哪想要听？我逐摆咧带青少年读这段圣经的时阵，拢甲因讲：你一定要小想一下，这到底什么情形？这哪亲像咧看卡通共款？一个人一直伫遐咧，一直走，搁要想要认真听，到底内底有啥物声音要传出来？后来腓力伫哪走？一直咧慢跑的过程中间，嘛有可能无一定慢跑啊，已经走了足紧啊。哪走搁爱哪听，伊听到啥物？竟然听到有人咧读圣经，听到有人咧读圣经，有人咧读圣经讲啥物？以赛亚书的册，伊记载讲，伊互人牵亲像羊到受台的所在，伊无开喙，亲像羊仔对剪毛的无出声。伊卑微的时受无公义的审判，伊的世代之罪要传述，因为伊的外名对地上受夺去。咱即马听我读是足简单的哦，爱小想一下，腓力哪走哪听，伊到底内底传出啥物款的声音？一直伫遐有以赛亚的册，有人咧读以赛亚的册。坐伫马车的是啥物人？坐伫马车的人是一个太监，啊，这个太监伊对台语和日本讲 IT 阿伯，啊，另外一个版本是伊索比亚的太监，伊是一个太监，但是伊的职务悬也是低，伊的职务袂歹呢，伊的职务真悬，踮伫女王遐来管理一切的财物。伊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所以伊要对遐搁转来。有一个重要的所在是
对这个太监来讲，伊想要去敬拜上帝，但是有一寡物件限制伊，无法度真正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伊是一个身躯顶面有缺陷的人。因为伊是一个身躯顶面有缺陷的人，所以照犹太人的例来讲，伊袂当进入到伫圣殿的内面，伊敢若会当踮伫外邦人的所在，伊踮伫外邦人的院中踮伫遐。所以伊若咧敬拜的过程中间，也若感觉有一个限制，踮伫伊甲上帝的中间。所以伊若咧读的过程中间，伊也一直咧敲揣到底圣经的话要讲啥物。啊，忽然间吼，边仔有一个人就喘的，啊，佮对内底话讲啥物？你所读的你有明白无？有一个就喘的踮伫外面，一直伫遐咧走，啊，哪走哪喊话讲，你所读的你有明白无？啊，这个太监坐伫车里。这到底是对来的声？啊！忽然间伊才回答讲：啊，无人甲我指示，我哪有法度明白啊？若无人甲我指示，无人甲我教导，我怎样会当明白上帝的道理呢？总算，即马太监讲：车小停咧。菲利感觉总算我会当停落来。我会当免阁继续走啊！太监邀请菲利做伙上伊的马车。这一个邀请，原本菲利甲太监中间嘛有一个限制对无？原本菲利甲太监中间嘛敢若有一个限制，伫迄个车辆啊，一个人伫遐走，啊，一个人慢慢坐伫马车中间向前。现在这个限制嘛突破，伊邀请菲利上车。甲伊做伙，这一个邀请开始新的故事要产生。圣神的工作有当时啊超越过人的理解。上帝若亲像一直咧移动，一直咧震动。上帝是一个震动的上帝，上帝毋是敢若毋是一个一直踩伫遐的上帝。上帝是一个一直不断咧震动的上帝。几年前，我去到伫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台湾人教会，踮伫遐甲因三角敬拜了后，我发现一件真特别的事。踮伫礼拜堂，一个礼拜堂内面，可能有一天有几啊场的礼拜，但是几啊场的礼拜是无共款的人咧聚会。可能早起9点是迄个印度人踮伫遐咧聚会，啊到伫10点、11点是台湾人咧聚会，到伫下晡的时阵，阁是西班牙的人踮伫遐咧聚会。所以，干那踮伫一个礼拜堂内面，一天有足侪无共款的教会，印度移民的教会、台湾移民的教会、啊西班牙移民的教会，踮伫一个空间内面咧聚会。我甲台湾教会的长老咧讨论即件代志，啊，因就甲我开始讲过去的故事。伊讲其实吼，台湾人教会来到伫遮，咱嘛无才调通好去一间礼拜堂，所以这个礼拜堂拢对来。这个礼拜堂拢是美国人的教会，这的教会拢是美国人、白人的教会。啊，到伫上尾啊，因为人愈来愈少，了后，因就可能合并到其他的教会去。啊，合并到其他的教会去了后，中会就讲啊，无即个礼拜堂的事体吼，交互台湾人教会来管理。啊，所以台湾人教会就变成做即间礼拜堂咧聚会主要的教会。啊，但是阁有印度人，也是西班牙人，也是韩国人。啊，有诶，伊嘛无才调去家己的教会，所以嘛走来甲台湾人教会讲啊，会当无恁10点聚会，啊早起9点互阮用，还是下晡2点互阮用无？所以因就开始做伙使用一个礼拜堂。啊，伫这哪讲的过程中间，一开始就是因为美国人的教会已经愈来愈少人啊。美国人的教会人已经愈来愈衰微，愈来愈少人。现在台湾人的教会嘛，看
看起来愈来愈少人。这个长老后来就甲我讲一件事，这个长老讲，有一天，这个教会嘛可能毋是咱的，若是无人，咱嘛继续搁交互其他的人踮伫遮使用。头一摆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阵，我会感觉哦，长老你看了真开呢，你实在是看了足开的，因为看起来面对着教会无法度搁延续落去，就搁交互其他的人踮伫遐聚会。但是伊搁继续讲，这其实每一个无共款各一个人牵线来到伫遮使用教会，这是上帝的教会，毋是咱的教会，毋是干那台湾人的教会，毋是干那某一个族群的教会。伊咧分享讲，上帝的工作有当时啊，就是安尼，一个阶段咧变化。欧美的教会愈来愈衰微，欧美的教会人口愈来愈减少。但是踮伫全世界，伫宗教学家的研究中间，咱想看觅，欧美的教会愈来愈减少，基督徒的人口有减少无？欧美的教会愈来愈少人，然后开始会关起来的时阵，宗教学家讲，伊感觉基督徒的人数无一定会降低，基督徒的人数有当时啊颠倒是咧成长的，因为即马成长的是对来。这个宗教学家讲，即马教会的成长会毋是对欧洲、美洲啊，是对拉丁美洲、对非洲、对亚洲。教会的成长对遮无共款的所在来，但是伊嘛咧讲后一项事实，教会踮伫每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开始展现新的特色，甲过去咱所想象的可能拢无个共款啊。因为有当时咱所接受的，包括咱台湾教会所接受的，普遍拢是欧美教会的印象。但是教会踮伫欧美，也是踮伫台湾，甲教会踮伫非洲、踮伫拉丁美洲，其实会展现完全无共款的形式。所以到伫上尾啊，这个宗教学家讲，伊讲基督徒的人数无一定会降低，但是基督教会展现出来的模样，有可能超越过咱的理解，打破足侪过去的限制，咱所想的甲过未来会完全无共款。伊下一个标题讲，即讲吼，若亲像上帝一直咧搬厝共款。上帝踮伫欧洲所做的工作，踮伫美洲所做的工作，到伫非洲，到伫拉丁美洲，到伫亚洲，上帝一直咧做的工作完全无共款。但是踮伫每一摆，若亲像咧搬厝的过程，咱所看到的嘛愈来愈侪，咱对上帝的认捌嘛愈来愈侪。只有打破遮的限制，咱才会当看到原来上帝的教会是丰富的。但是有当时啊，咱袂主动，拢是被动，才会去看到哦，原来有遮新的代志开始发生啊。腓力也是安尼，伊是被动。其实腓力踮伫即个选择是被动答应即条路的，伊是被动受到圣神的引带，要前往迄个加萨的路上，也踮伫遐拄着一个无伫伊想象内面的一个人。伊无准备好，伊无准备讲伊会拄着即个。啊，但是当伊踮伫迄个马车边仔拿走的过程中间，听见内底传出上帝话语的声音的时阵，伊开始做回应。伊要用即个太监来解释到底啥物是福音。所以这个太监咧读以赛亚书的时阵，伊毋捌遮个话语，伊嘛足感觉足稀奇的，因为若亲像咧讲一个软弱的人，正做正人的拯救，互人看亲像羊羔受抬的所在，若亲像咧讲一个软弱的人的故事共款。腓力听见这个事，所以腓力开始甲伊解释，这个圣经咧讲啥物？这个圣经咧讲耶稣的事。这个圣经咧讲基督的福音，听了后
太监随时有一个决定，伊随时有一个决定，看到边仔有水，太监甲伊讲啥？遮路边就有水啊，我会当受洗无？我会当受洗礼无？我受洗礼敢有啥物阻碍无？敢有啥物阻碍吗？菲利嘛真直接，伊就缀伊落车，落到伫水内面，为着伊行洗礼。当因上来的时，菲利就消失啦。当因上来的时阵，菲利就消失。但是这个太监对受洗礼、对拍破这个限制了后，一开始伊是对圣经的话语有足侪怀疑，伊毋知影到底圣经咧讲啥物。但是到伫现在，伊的表现是，伊欢欢喜喜去到伫伊来的所在，欢欢喜喜去到伫遐，拍破一切限制的太监，转去到伫伊原本的所在，检采伊踮伫遐，成做另外一个传讲基督福音的人。伊生命中间得到欢喜，其实嘛有可能继续读以赛亚的册。他拄即段圣经伫53章到伫56章，伊有咧记载，以赛亚的册有记载讲，异族的人也是经过遮个太监的人，毋免阁讲，我是一丛高大的树。上帝甲因讲，如果恁遵守安息日，做我所欢喜的，遵照我的约，我就要互恁的名伫圣殿甲我的子民中间受到纪念，恁袂互人忘记。对这个太监来讲，伊欢欢喜喜经验这一切。这个故事的主角到底是啥物人？伫这个故事中间，咱到底看见啥物人是主角吗？是菲利吗？还是这个太监吗？咱会发现讲，这整个的故事拢是上帝伫背后咧引带。菲利伫无注意的中间，伊竟然受到接到指示，你爱去遐。去到伫遐行远迄条路的过程中间，佫看到一只马车，所以你就接近。接近了后，佫拄到一个嘛无伫伊想象中间的人。无想象中间的人咧读圣经的话语，伊分享基督的福音，分享基督福音了后，佫拄到水，迄个人随时就讲，我要领受洗礼。伫整个故事中间，咱嘛一直咧看到讲，上帝咧行动，上帝一直咧带人行每一个无共款的阶段。但是，咱千万毋通忘记，伫每一个人准备要回应上帝的过程中间，是遐尼简单的吗？人要回应上帝，并毋是遐尼简单的一件事，都亲像每一摆。咱是主动还是被动要搬厝的时阵，你的反应是啥物？你敢有真正逐摆拢欢欢喜喜讲我要搬厝吗？欢欢喜喜要搬厝，但是想到我开始要收物件，开始要等物件，我就开始头壳就摸咧烧啊。所以无论咱是主动还是被动。想要牵线的过程中间，每一个时刻，其实人是会拄到真大的挣扎。虽然我知影遐足欢喜的，可能搬厝足欢喜的，可能到伫新的所在是欢喜的，但是现在无遐尼简单。现在我都要面对上帝，你敢真正爱我去遐吗？也是当咧无用伫遐足辛苦的过程中间，咱嘛会不断去问上帝，你真正爱我？爱我安尼做吗？要搬过一切的限制，往往迄个限制是人家己咧设一界限。我无想要去，因为我踮伫遮，看起来嘛真安稳啊，看起来嘛过了真好啊。为什么我一定爱过咧？为什么我一定爱去到伫遐咧？今年咱咧庆祝马纳国的宣教吼，我感觉咱。咧读的过程中间，咱拢会读甲敢若足简单的，但是咱足少认真去想，每一个伊所拄着的迄点，到底是啥物款的情景？
咱已经大概咱对历史中间咱拢足熟悉。马纳国一开始踮伫对咧做医生，看世界嘛。伊踮伫看世界，做一间厝体，踮伫遐有做礼拜，嘛有做医生咧医治济病人，得到真好的成果。但是得到成果了后，就拄着啥物事？有足济成果了后，历史的记载是，迄个汉医就感觉看讲，这个生理遐尼好，阮到底要安怎？所以就开始制造一寡谣言，踮伫厝边隔壁中间，有人讲伊就杀人安怎？摕啥物药啊？所以遮个人开始咧反抗，开始咧抗议，因要将马纳国医师赶出台南，伊要将马纳国医师赶出遮。伫即个前线的时，咱想看觅伊啥物心情？到底马纳国医师是啥物款的心情？后来因为咱已经经过遮侪年，所以咱看起来都拢感觉足浪漫的。反正伊遮袂使，伊就去高雄，伊去高雄了后，佫去对传福音，得到足大的成果。但是踮伫迄个困难的时刻，是啥物款的心情？明明我踮伫遮所做的服侍，有济人得到医治，有济人也得到上帝的福音。结果无想到讲遮无偌久的时间，这厝边隔壁的人就开始反抗抗议，硬要将我赶出这个所在。伫迄个时阵，到底伊啥物款的心情？会去质疑上帝无？上帝为虾米我拄着遮？明明我遵照你的心意来做宣告，为虾米我拄着遮个挑战？后来伊无法度，伊是被动一定爱前线，所以转到高雄，踮伫基丁，踮伫遐继续新一阶段的宣告。对基丁也得到成果了后，伊阁往对行，迄个山边，对公仔拿左阵。对迄个方向开始踮伫希腊业的步路中间，得到真大的成果。得到成果了后，佫重新转来到伫台南，继续宣告的脚迹。咱会发现，每一步、每一个过程，拢是上帝咧行动。每一个过程拢是上帝咧行动，但是人踮伫每一个时刻，其实无一定真正遐尼浪漫讲，真正上帝爱我去遐做工，我去遐都一定会成。其实是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过程，拢是真正辛苦的。伫迄个辛苦的过程，才会体会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啥物？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伊所展现出来的福音是，有当时因耶稣也是被动，互人送去是一个。伊是被动拄着济迫害，但是嘛完成上帝踮伫伊生命中间，上帝踮伫全世界人类中间的拯救。所以伫每一个挣扎，伫每一个困难的过程中间，去感受上帝一直咧行动，上帝一直带人行往新的阶段，搬过每一个限制，咱才真正看见。原来福音是啥物？足侪时间，咱会袂记哩讲，上帝是一个行动中间的上帝。特别当咱拄着困难的时，咱会袂记哩讲，上帝其实一直咧振动，上帝一直有伊家己水的工作。这段时间以来，咱对年后总务部开始咧做迄个教育大楼地学室，才会修理。其实这嘛是另外一摆上帝的行动，看到问题，伫现在这个阶段，咱去回应这个阶段的工作的时阵，咱嘛继续咧敲碎。所以上帝的行动到底是啥物？咱的教会徛起踮伫遮，咱的空间非常的济，但是嘛，因为咱的空间非常的济，佫足有历史，所以咱。逐摆圣家长老咧甲我讨论的时阵，拢感觉，咱敢若啥物物件拢修理袂了。
咱敢若有修理袂了的物件。啊，确实伫即个修理袂了的过程中间，看起来是辛苦的，看起来每一个现在拢是辛苦的。但是咱嘛千万毋通袂记哩，啊，上帝的行动到底为是啥物？到底上帝的行动，伊要点伫即个过程中间展现啥物？前几工落大雨嘛，难得落雨啊！前几工难得落雨，啊，大家足欢喜，感谢上帝，总算落雨。嘛无想到讲，原来阮牧师馆的房间嘛落雨啊！啊，无拍算讲，其实去年风台也是暑假了后，厝尾顶有一寡损害，啊，损害了，咱有做风水的工程，啊，做风水的工程了后，一直无法度验收，因为一直拢无落雨，所以毋知影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啊，总算。到伫前几工总算落雨啊，啊落雨了后，就发现原来内底开始咧滴水啊。啊，伫滴水的过程中间，其实每一间厝踮伫经过足侪摆历史了后，咱拢咧面对新的挑战。啊，伫遐总务部嘛，甲我一直咧讨论啊，所以咱过来要安怎办啊？伫过来要安怎办的过程中间，咱嘛搁一摆需要去问。上帝，你伫每一个时刻的行动到底为是啥物？看起来有足侪物件需要修理，但是每一个修理的过程中间，人到底抓准讲是啊，反正我就是照我所想的安尼去行，还是咱需要退一步来想？上帝，你要怎样带咱伫每一个修理的过程中间去经验，每一步拢有上帝家己的工作。然后伫每一步的过程中间，咱会发生无想过的代志，会拄着无想过的人，也踮伫遮，咱要做伙经验基督的福音。如果咱毋是安尼想，咱就会一直烦恼啊，为虾米歹去？啊，为虾米无用好？为虾米即摆要用遮尔济？咱会袂记哩讲，一切的事拢是上帝的行动。前几礼拜，带青少年咧清咱的地下室，伫哪清的过程中间，我本来抓准讲，因来搬遮的物件啊清足久的，啊，逐个人用甲流汗流足侪，会感觉足压杂的、足烦的。结果无想到讲，清一段路了后，逐个人咧分享，愈分享愈有感动，逐个人愈分享愈侪代志。啊，有一个青年就讲生笑甲我讲，牧师，你有相信风水无？我讲你啥物意思？你讲看觅。我讲其实吼，毋是讲真正咱咧相信迄个风水啊，是每一个所在、每一个空间开始咧变化的时阵，会有一寡新的代志发生啊。世间人咧相信风水，是因为因相信安尼，因会得到啥物款的祝福。但是咱咧牵线的过程中间，咱咧移动的过程中间，咱是一直对上帝咧行。所以伫每一个行动的过程中，咧看见原来上帝阁家己带咱向前。伫迄个搬线的过程虽然是辛苦，但是当咱转来分享的时阵，每一个青年人的性命，敢若阁得到一个新的感动。啊，伫迄个新的感动的过程中间，咱就发现新的团体开始建立起来。所以踮伫使徒行传的教会遮的信徒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名词哦。有一个人讲，迄群是扰动天下的人啊，扰动天下的一群人啊。军队耶稣的人是一个扰动天下的人。我们是一群扰动天下的人。伫迄个扰动天下的过程中间，咱咧军队是上帝的脚步，一步一步带咱行头前的路站。过去其实咧设社区工作的时阵，我也经验类似的代志。咧做一寡在地历史故事重新咧记录的时，有一天一个青年人走来，啊，这个青年人我从来毋捌熟悉了，啊，伊就讲，伊拄啊好吼，因为结束一份工作，所以转来到伫家己的故乡，转来到伫家己的故乡休困，准备要后一个工作。啊，伊从来毋捌教会，从来嘛毋捌踏入教会，
但是因为踮伫网络顶面看到讲，哦，教会即马敢若咧做一寡趣味的代志，所以伊就讲伊想要来了解一下。啊，迄个下晡，伊来教会，啊，所以我就甲伊开讲，甲伊开讲讲啊，教会自过去到现在，徛起踮伫即个社区中间，做啥物工作？关怀儿童，啊，做历史的研究，啊，关怀老人，足侪。开始讲了以后，伊问我一件代志。伊问我一件代志，啊，伊就讲牧师啊，啊，我会当怎样加入？伊就忽然问我讲，啊，我会当安怎加入咧？加入恁即群人无？啊，伊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嘛硬伫遐，因为甲遮侪人讲话吼，从来毋捌一个毋是基督徒的人，啊，走来讲啊，我会当怎样加入恁中间无？伫讲的了后，伊就忽然间安尼讲，啊，我嘛从来毋知影要安怎回答讲，啊，你要安怎加入？啊，所以我敢若会当哦，好，感谢你，你已经加入啊。后来，这个青年人将家己伊咧做文字的工作，伊将伊文字的专业带入来教会中间，开始咧记录故乡的故事，开始咧记录遮家己的故乡所发生一切事，伊咧敲找生命的热情甲感动。所以有当时啊，迄个扰动，是一个重要的，但是千万毋通忘记是上帝一直带咱咧振动，上帝带咱经过一个搁一个所在，啊，伫新的所在经验新的故事，亲像腓力也是共款，是圣神咧带伊。经过每一个无共款的事件，去到伫无共款的所在，拄着新的人，拄着无想过的人，然后踮伫遐回应上帝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踮伫教会中间，每一个礼拜一定会发生足侪不在预期当中的事情。咱会发生足侪拢毋是咱所准备的事。但是伫遮尔济无伫咱准备好的事的中间，咱一定要会记哩，是上帝踮伫背后咧带咱经验这一切。当咱做出回应的时阵，咱就会发现，咱是踮伫遐要经验基督的福音。咱要踮伫遐，正做传福音的人；咱要踮伫遐，正做福音的出口。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时刻，上帝拢在带咱向前。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三自执，也会当三学习跟对你。主，因为你是一个不断在移动中间的上帝，带人到伫无共款的所在，认捌无共款的人，也发生无共款的事件。踮伫迄背后，有当时啊，阮感觉是困难，是挑战，但是阮也深深体会，是上帝你一直带阮咧行头前的路站。踮伫遐，阮经验福音，也分享福音，互阮会当看见济限制，其实是干那阮家己限制阮家己。上帝你使用你的工人，上帝你拍破一切限制，互阮通看见。上帝，你的祝福踮伫阮每一个人，以及阮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带阮去看见，搬过一切限制了后，阮会当领受生命的喜乐。愿主你继续使用阮，正做阮的亏待。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用圣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来回应上帝的行动。我心大欢喜，主
咱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献开周报第8页，教会消息第1点。本周是部会周，请各部的部长调集部会。5月16号第2堂礼拜后召开中执会。第2点，下主日5月9号是母亲节，本会举行联合感恩礼拜。第1堂礼拜甲第2堂礼拜合并伫
早起9点开始，用台语甲华语双声道讲道，欢迎华语使用者参加礼拜。我这边要更正，第3点吼，迄个汇集转入第3位是徐子佑，吼，毋是文，吼，这边甲大家说明。教会消息的第5点吼，今仔日伫12点45分有举办敬拜团的训练吼，请团员到101教室参加训练。补充报告，这第7点吼，需要2020年奉献民视的兄弟兄姐，请伫今仔日开始到办公室领取咱的迄个奉献证明。集体交通第1点，本教会罗丽爱美姊妹伫4月30号举行告别礼拜，家属感谢牧长中职会友的关怀，愿主安慰家属。团契消息第1点，家庭团契举办母亲节活动，伫今仔日下晡2点半伫教会集合。要去阿公店水库半日游，甲阿莲相基层食晚餐。第2点，双河团契伫5月6号，本礼拜四上午11点，伫社区发展中心咖啡屋召开第2摆委员会，请顾问甲委员参加。本周的金句，咱大家斗阵来读2摆。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多多。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什物。约翰15章50，搁一摆。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甲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多多。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什物。约翰15章50，这是请牧师介绍。好，咱伫拜五的时阵，咱有举行爱蜜节的告别礼拜所以富乡兄因踮伫咱中间咱也继续为着富乡兄的家族，咱同齐关心甲祈祷吼。好，请坐。好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咱是联合礼拜，所以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听讲教育部即摆嘛有新的设计后礼拜应该就知影，会伫对面有一寡翕相的所在，会当踮伫遐，咱会当三欢喜三分享吼。好，以上做安尼的补充。请起立吟祝福车恳的诗，圣诗第398首。愿咱求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以被上帝受死大好，也咱亲像行前，也咱亲像行前。星星观念甲人感动，刻记在人心内。善意上帝甲咱相同，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咱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三伫地对答到永世代无煞。阿免。
济。